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聊一聊关于黑吃黑，关于这个银行的职员骗客户的钱。关于这样的报道其实很多，对吧？前不久还有什么工行、广西的什么客户经理骗了7、8个人的钱，对吧？反正这个新闻你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对吧？有好多储户跑到银行去了，结果被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人员一顿忽悠，好像他钱是存到银行去了，而且他还能打出一个存单，上面显示你钱存进去了，实际上你那个钱不知道存到哪个户头上去了这个都有报道，对吧？我们见的太多了。我们今天讲的是香港的银行，也就是说香港的银行也有这样的事情，有银行职员把客户的钱给骗了，这个钱还不少，骗了之后呢，他居然公然买豪车，该交税，然后英国买房，跑到内地买房。一般的是把这个钱不要转移吗？就是你想一下，你要是银行职员，你得了这个不义之财会怎么办，对吧？一定是把这个钱不知道吸到哪儿去了。你会公然去，对吧？去英国买房，去内地买房吗？那这个钱是什么钱呢？这个银行职员要么就认为这个钱，对吧，是来历不明，就是把它吃了，这个苦主也不能怎么地，也不敢怎么地，俗称黑吃黑。要么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这个苦主的钱太多，对吧？搞他1个多亿、2亿，人家不知道，不易察觉，就是钱太多了。就像那个前不久那个澳门，对吧？杨澜澜，当然那个是假新闻了。杨澜澜号称有1万亿的存款，那1万多亿，那你说弄他个1个亿，他不知道对吧？就这意思不容易察觉。说这么长，到底是什么个事呢？这个财新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它标题叫瑞银前副总监私吞客户1.3亿港元，受害人系内地卖淫团伙头目。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还挺久的，实际上在去年就是前几年嘛，媒体都有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财新网要把它兜出来了。财新网是这么说的他说香港证监会公布，瑞银集团前副总监孙建荣于2016年到2018年期间，向中国内地客户讹称，就是欺诈助其跨境汇款到香港，转走客户1.34亿港元，被香港法院裁定洗钱刑事罪名成立，判处10年监禁，并终身禁止他重投业界，就是取消他在从事金融行业的这个资质了。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香港证监会引述香港法庭判决书披露，孙建荣利用窃款来维持奢侈生活，并购入兰博基尼、法拉利等豪车和多个英国及内地房产。根据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2024年6月发表的判决书，它叫判案书现年37岁的孙建荣于2014年3月起担任内地客户于某及其妻娄某也就是叫于氏夫妇在瑞银的联名账户的客户顾问。于氏夫妇2013年8月由南京移居香港，并取得香港身份证。有的媒体说这个孙建荣是瑞银集团的副董事，有的说这个孙建荣是瑞银集团的副总监这个财新网说就是瑞银集团前副总监。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意思他这个 title 显得高大上，实际上他就是叫理财顾问在银行叫理财顾问，在这个券商那儿就叫经纪人。他在香港实际上他跟内地的银行的雇员还不一样，更像什么中职，对吧？那些理财公司的，比如说恒大什么理财、恒大财富更像那些机构的这个叫财顾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好像挺吓唬人的。这个 title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员工就是帮客户管理他的财产理财顾问。那么这个瑞银的这个孙建荣呢，他就成了这个于氏夫妇的在瑞银的账户他一个理财顾问。那这个于氏夫妇在2016年10月他向他的这个银行的理财顾问孙建荣表示向他请教，说请教什么呢？就是他遇到了跟加州老师一样的问题，就怎么把国内的，对吧，红米变成绿米，你光靠，对吧，5万这个额度那整到猴年马月不写首付21亿美元，怎么整到海外去了？所以这个于氏夫妇遇到就是这个问题于氏夫妇向他的理财顾问表示对吧，就请教了。他说从内地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至香港非常麻烦。那当然麻烦了，这还有额度限制呢，对不对？必须先兑换出美元或港元才能存入其香港的瑞银联名账户。那孙建荣马上就说这是找我我就专干这个的。
这不这就是地下钱庄吗？洗钱，对吧？怎么样把钱从内地合法的洗到香港去？这个孙建荣啊，随即提出一项方案，什么方案呢？你看孙建荣说，我就是地下钱庄啊。什么叫地下钱庄啊？就是我在内地有银行账户，你把你的钱人民币汇到我的银行账户，但是他这个银行账户恐怕不是一个啊，是一组，对吧？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你汇进来，然后我在香港这边，对吧？我给你美金打到你这个瑞银联名账户，不就是洗钱吗？这个孙提出的方案是让于氏夫妇将其拟汇款项转入孙建荣指定的若干内地账户，再由他汇款至香港，经其表姐名下香港银行账户，再转入于氏夫妇在银行的瑞银的联名账户。于氏夫妇认可孙建荣的上述安排，你这一看可以啊，手续费能接受，所以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于某指示会计人员通过37次银行转账，将总计1.32亿元人民币转入孙建荣通过微信信息告知的29个内地银行账户。转账后，孙建荣提供了其表姐名下汇丰银行账户向于氏瑞信联名账户转账的转账申请照片，就是截屏啊，还提供了虚假的瑞银联名账户银行对账单，于氏夫妇信以为真。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于氏夫妇啊，把这个1.34亿元人民币转入这个指定的内地账户，完了之后，这边孙建荣呢，他就伪造了啊，从这个他表姐汇丰账户银行向瑞银这个于氏夫妇的账户转账的记录截屏，完了之后还伪造了于氏夫妇在瑞银账户的余额和那个对账单记录，增加了1.34亿人民币，就是相应的这个美金或者是港币，这个和内地的对吧？那银行客户经理骗那个客户存款一样的啊，你看手法都一样，都就是高端骗局啊，实际上就这么质朴。那这事情怎么败露的呢？2018年6月，孙建荣从瑞银辞职，于氏夫妇在联名账户由瑞银的新客户顾问接手时，发现新客户提供的账户对账单与孙建荣此前提供的对账单存在1.249亿元差额，并且部分存款记录缺失。也就是这个孙建荣辞职之后啊，不是新的财务顾问来接手这个于氏夫妇的这个瑞银联名账户吗？那然后人家就把这个他的余额打印出来，就发给这个于氏夫妇。于氏夫妇把这个新的这个对账单跟那个孙建荣以前提供的最后一个对账单一对比啊，发现他少了1.24亿。那他马上就找这个孙建荣对质啊。这个孙建荣首先谎称是与新客户顾问交接中出现问题。孙建荣说啊，就是跟这个新顾问交接的时候没说清楚，您那个1.3亿啊是在另外一个户头上，一个公司户还没有转过来。然后这个于氏夫妇信以为真，就查呀，结果发现啊，这个孙建荣提供的那个公司根本就没有，查不到。2018年6月，于氏夫妇的妻子亲自跑到香港，找到孙建荣家里追讨上述欠款。孙解释称，资金可能被汇丰银行扣留，尚未转入瑞银联名账户。于氏夫妇对此解释不满，孙随后与于妻一起至汇丰银行查询，假装带着这个于某的老婆去汇丰银行查询，然后又假装带着于某的老婆到瑞银位于香港九龙的分行，在瑞银九龙分行等待查询中，瑞银职员向香港警方报警。那这事就事发了被逮捕时，警方从孙建荣钱包中搜出了其表姐名下汇丰银行 ATM 卡。警方调查还发现，孙建荣及其名下公司持有英国3处房产和中国内地2处房产。房产转让文件显示，这5处房产的总价值约2900万港元。孙名下还拥有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奥迪、路虎、本田等多部豪车。有关房产和汽车在调查时被扣押，这哥们喜欢名车，可能买了这么多豪车随后警方寻求法政会计师办公室调查，发现有总计超过1.34亿港元的存款曾被转移至2个属孙建荣的香港银行账户。经向地产代理进一步查询，除了上述房产，孙还购入了英国其他房产，该房产由27个单位组成。而香港税务局记录显示2014年到2018年累计4个报税年度内，孙建荣累计申报的收入为406.67万港元。
那就证明他这个1.34亿，他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嘛，因为他申报的合法收入只有400多港元，这1.34亿从哪儿来的？香港法院裁定孙建荣洗钱刑事罪名成立，于2024年6月21日判处监禁10年。同时，因孙违反2018年7月法庭授予的资产冻结令，转移了若干英国房产的权益，令被判藐视法庭，处监禁6个月。财经网说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案的内地客户于某2020年在南京经营卖淫团伙被定罪，导致其无法在香港庭审中作证。而孙建荣表示，他对于于某在内地从事非法卖淫活动并不知情。财经网报道到这儿就没有了。我好奇就搜了一下这个于某是谁，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我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22年人大会上法院是要向人大会做报告的嘛，各基层法院一样向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做述职报告工作报告。在这个工作报告中专门提了讲到这个他们法院的业绩他的工作的时候报告中写他说审结中央督导组交办的于权利组织卖淫案等大案要案。该报告后面还专门解释了一下，说这个于权利组织卖淫案是2010年10月至2019年9月，于权利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在5处场所设立温泉，以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身份组织卖淫活动，非法获利5.4亿余元。经审理，本院依法对于权利等人以组织卖淫分别判处15年至6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张某等其他被告人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7年6个月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在另外一份这个中国江苏网2021年1月份刊登的一篇报道，叫2020年南京办结各类案件24.7万件。他在这个报道里面专门提到了说依法审理中央督导组交办的于权利等19人特大组织卖淫案。根据媒体报道这个于权利夫妇，那他这个老婆是叫什么名呢？老婆叫娄小杰，也就是于权利夫妇，于氏夫妇实际上就是于权利与娄小杰。这里面就有意思了从这个法院说的时间这个于权利组织卖淫案，首先人数众多他一共19个人，这19个人是工作人员，就是他手下涉案人员，还不是说全部，你比如说扫垃圾的，对吧？那些还不算，是从2010年到2019年。那根据这个财经网报道于氏夫妇是2013年8月由南京移居香港，并取得香港身份证。2016年开始往外，对吧？转移他赚的这些钱。法院判决从2010年到2019年落网，这个于权利组织卖淫一共是非法获利5.4亿。2016年他准备往香港转移这个资产的时候，恐怕还没有5.4亿，2-3个亿，对吧？要往外转，结果就遇到麻烦了，钱转不出来。组织卖淫可以，洗钱这一块不太熟，所以他就向这个孙建荣他的理财顾问求助。那理财顾问孙建荣就给他出了这个方案。那这个于权利把1.3亿汇过去，实际上就是被孙建荣黑吃黑了。为什么2018年这个孙建荣辞职他不害怕呢？或许他知道这是赃款，或许他知道这个于权利夫妇恐怕都要进去，这个钱哪知道这个于氏夫妇对吧？那也不是善茬，咽不下这口气必须得要。2018年这个于氏夫妇就向香港法院申请冻结财产，冻结这个孙建荣的结果孙建荣还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英国的房产进行交易，所以香港的法院还判他藐视法庭这个就像那个布鞋首富，对吧？他的3个孩子向香港法院申请冻结汇丰银行的那个信托账户一样的这个就是典型的黑吃黑你说这个于氏夫妇2个人赚5.4亿，得多少人呢？多少次一次多少钱？完了到于氏夫妇手上1.3亿，
这得多少人帮他干活啊？多少个日日夜夜，对吧？多少个这个叫失足妇女的这个汗水汇集到这个于权利这儿，最后被这个孙建荣黑吃黑。第二个啊，这个于权利19人特大什么组织卖淫案，这个案子还不是南京地方侦破的，反而是中央督导组交办的，可见这个于权利啊，这背景之深呢，就是有人告到中央督导组去了，才把这个人抓了，这个案子才破。否则的话，这人在南京那儿从2010年一直组织卖淫，一直卖到2019年，卖了将近10年，没人管。当地恐怕是睁一只眼闭只眼，哪个后面没有保护伞？我没有看到媒体报道啊，他后面的保护伞被打掉了，没有保护伞怎么可能在那儿卖10年呢？最后还是中央督导组出手，中央督导组他也不是神仙，那肯定是别人告的嘛，不停的举报。我在想啊，有多少这个失足少女汗水最后变成美金到国外去了，消耗掉我们的外汇，对吧？跟加特老师那个钱一样的，怎么就到了美国？所不同的啊，加特老师那个是本应该交给国家的税，哎，他不交了，对吧？他把它变成美金搞出去。这个于权利是把这些姐妹们的这个血汗钱变成这个美金，也是搞出去。你好歹钱放在国内啊，对吧？放在国内花，肉烂在锅里啊，对吧？你都这样赚点钱就想把它弄走。然后法院判决啊，要追缴这个于权利的这个非法收入，那不知道包含不包含这个瑞银的这个理财顾问孙建荣咪的这个1.3亿，这都没说啊，财经网也没说，其他的媒体也没说，这事都没提，对吧？这姐妹们的血汗钱怎么着也给他追回来啊，对吧？姐妹们的血汗钱怎么着应该用来给国内建设，对吧？拉动国内经济啊，刺激消费，给国内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你不能变成给美帝啊西方，这叫什么？怎么回事呢？1.3亿啊，咱们就估算一下，这玩意儿谁也没干过的吧？就是每一次交易啊，孙权利作为最后的老板、实际控制人，他能赚100块，净赚100啊，就是到孙权利个人手上，我们只能这么算了。孙权利赚100，那1.3亿是多少？意味着有130万次，这什么概念？假设啊，孙权利控制的是1000个女孩，那1000个女孩每人得1300次，假设一天2次的话，那就是一个女孩差不多2年，也就是1000个女孩，对吧？2年。帮这个于权利啊赚的钱啊，就被这个孙某啊黑吃黑一把给吞了。你说这气人吧？胡鑫老师吭哧吭哧的天天炒股，什么人能挣这么多钱呢？1000个姑娘将近2年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